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1年11月26。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80篇第1节到第7节，17到19节；撒迦利亚书13章第1节到第9节；启示录14章第6节到13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承认上帝。现代人可能真困难了解讲，承认上帝是一个真困难的代志，吼。但是早期台湾人要改信基督教信仰的时阵，承认实在是真困难的一项事。也好若亲像初代教会建立的时阵，也是安尼。因此，当耶稣基督受审判了后，有一段时间，所有的门徒就四散，甚至有人转去家己的家乡。下一日有基督徒的长辈也捌来分享，因拄信主的时阵，拢需要偷偷咪咪掩掩安尼爬墙啊出去流传去教会参加聚会但是当因爬壁搁倒转去厝里的时阵，厝里的人，特别是迄长辈，就举一支扫帚伫遐咧等就拍一顿。拍一顿原因就是因为传统上民间宗教的家庭，拢认为基督徒无拜祖先，所以是背祖，所以是不孝的。以后有机会，咱再搁来分享什么是有孝也是讲拜祖先就等于是有孝吗？伫面对即种的咱咧讲的压迫也好啦，压力也好啦要安怎会通伫遐咧承认上帝？的确是一个信仰的难题啦牧师家己伫读高中的时阵，阮是读基督教学校，伫班上其实有真济的基督徒，但是呢，当我拄入去的时阵，只有我一个人公开承认讲我是基督徒。为什么会安尼？有几个原因啦有一寡人并毋是常常到礼拜堂教会去参加礼拜，也是参加团契。更较重要的原因是，真济无信主的非基督徒的朋友同学，拢会甲你讥笑，拢会甲你创治甲你滚耍笑的态度来对基督徒啦。比如讲，阮拄开始的时阵，去到伫班上，当中昼咧食饭咧感谢的时阵，伫祈祷了后，便当就无看见因为同学会甲你摕去藏等等遮的代志会发生啦伫旧约撒迦利亚书是小先知的上落尾第2本，也是旧约的上落尾第2本。虽然咱知影旧约的先知书的安排，并毋是照时间的次序落去安排，但是若照这个撒迦利亚书写的时间来看，约略是差不多主前520冬。迄个时阵，离撒迦利亚先知预言无要搁再有先知的两约旧约甲新约即中间的400年，其实是非常近啦一般圣经学家的考察也认为讲，两约之间旧约甲新约浪碰的即段是伫主前50年以前的400年中间所以会通讲是撒迦利亚书的撒迦利亚先知是最后的几位先知之一。伊所要预言的，就是两约中间所发生的境况。以色列人因为离开上帝，敬拜偶像，无要听上帝罗卜先知的话，
所以因就要拄着苦难，并且因为因无愿意听先知的话，上帝就无搁再透过先知赏赐伊的旨意。两约中间等于是上帝无言的时期啦，吼。这400年的中间，上帝拢无有启示，因为遐个上帝的选民无要听上帝透过仆人先知所讲的话，因为因的心内真意无要愿意悔改上帝圣神，接受上帝圣神来甲因洗清去。先知撒迦利亚安尼讲：上帝万军的统帅讲，刀剑啊，醒来吧，来攻击我做工的牧者，杀牧者羊群的四散。我要拍我的百姓，全地2/3的人拢要死亡。我要考验迄个残存的1/3，互因来顺。亲像银仔，互火来凝晶共款。我要试验因，亲像咧试验金仔，然后因就会我来祈祷，我就要来听。我要甲因讲，因是我的子民，因就爱承认我上帝是因的上帝。基督徒的性命必须爱亲像金仔、银仔共款。爱愿意互锤来炼，才会当变成做亲像金的纯净共款。炼金必须要经过高温的火来炼，爱经过不断的锤钢来去除这的杂质，才会当愈炼愈顺。这个纯正的金，就是爱经过安尼的过程。但是照伫撒迦利亚先知咧讲，迄个时代以色列人无愿意，伊宁可将性命揽杂足济偶像的敬拜，诚做迄个无清气，性命杂乱无章。当然，安尼性命的人是袂去承认上帝是因的上帝啊。伫末后世界的混乱，亲像咱昨也有分享，目前伫美国的治安的状况，是毋是一寡其他西洋的国家因人民因着过头主张自主的权利，无愿意配合注射接受这个疫苗的注射，无要来这个戴喙安。造成全球疫情搁一摆来严重，即种的情形也真像今仔日的经文撒迦利亚书所讲的情景共款。因为因无要听上帝仆人先知的话，就无搁再有先知之言。德国的卫生长官最近提出警告，伊讲若即摆的时代，即摆的现状无有拒绝疫苗喙安的本钱。若无要配合的时阵，今年的冬天会造成真大量武汉肺炎的死亡潮。但是，当人的心中无搁再敬畏上帝，就会失去迄个警醒，就无搁再谦卑。也袂听苦劝，拢靠家己的意思在行。即种的做法会带来灭绝。即种的情景自古以来拢共款。上帝差派先知，也亲像启示录记载共款，差派天使伫空中大声来提醒。因安尼讲，我阁看见另外一个天使伫空中飞。伊有永远的福音要向世间的逐国、逐部落、逐民族，讲逐种话的人宣布。伊大声来讲，着爱敬畏上帝，学了伊的伟大，
因为伊审判人类时到啊，着爱敬畏迄位创造天地海甲一切全源的主。第二个天使也讲倒啊，大巴比伦要倒啊，伊摕迄个阴符下个酒，互万民来啉。第三个天使对头前两个天使也大声讲：什么人拜迄个兽，甲迄个兽的像，伫额头也是手受着印记的，也着啉上帝的个酒。这个酒未捌来难保，倒伫伊的受气的杯中。因伫即个圣天使甲羊羔的面前，要受着大火甲硫磺的审判。迄个折磨的烟永远无要停止。迄个拜兽甲兽的像的，以及接受伊名号印记的，拢袂通得到安宁。因为安尼，遐个服从上帝命令来忠心伫耶稣的上帝子民，着爱有耐心。我阁有听声音对天顶安尼讲，将即个话记落来，对担了后为着主来死的有福气。圣神来讲是啊，因就要来结束劳苦，来享受安息，因为工作的成果对着因。要承认上帝无容易，但是要承认上帝，着爱谦卑，爱顺服，爱遵行上帝的旨意，来离开撒旦以及偶像的崇拜。咱今日要做伙用诗篇第80篇第1节到17节，第7节到17到19做伙来读。以色列牧者带约瑟亲像羊群的，求你压耳空听；坐伫基路宾的顶面的，求你发出你的光。伫以法莲便雅悯玛拿西的面前，展出你的权能来救阮。上帝啊，互阮倒转，互你的面发出光，阮就得着救。万军的上帝耶和华，你你的百姓的祈祷发出受气。要偌久啊？你用目屎做食物互因食，搁酿济济目屎互因啉。你互隔壁国因为阮来相争，阮的对敌三甲得笑。万军的上帝啊，互阮倒转，互你的面发出光，阮就得着救。愿你的手hand伫你正边的人，就是你为着家己所坚固的人子。安尼，阮就无倒转离开你。求你互阮得着我，阮就要求叫你的名。万军的上帝耶和华，互阮倒转，互你的面发出光，阮就得着救。恳求上帝，互人会当明白真神甲偶像假神，也帮助阮脱离偶像的迷惑，诚心实意来敬拜上帝。愿上帝救阮脱离一切的歹代，一切因为偶像所带来虚假、人物的崇拜、贪爱、不义之财的罪，洗清阮一切的污秽，会通用圣洁来亲近上帝，敬拜主。阿们。